过去民众若是要申请病历，拢爱往回病院2、3届，而且搁要等1礼拜才摕到资料。即阵阿东病院就带头启动线顶申请平台，毋免出门就会当申请病历。卫福部是按算未来要甲这套系统推广到全国的病院。用自然人凭证或者是身份证字号加上健保卡号，确认身份了后，搁点选病院的名，搁用信用卡线顶付钱，就用伫厝一站式完成病历申请。毋若省民众时间，严降低病院人力成本。阿东病院伫卫福部协助之下，是全国头一间，伫今年7月正式启动病历线顶申请平台。经由线上申请的方式，它可以及时缴费，它可以追踪进度，而且可以取得电子化的病历。需要申请一些资料的时候，其实就比较麻烦。那如果说现在这样的话，应该会便利很多。阿东病院表示，过去民众申请病历，爱亲身到病院临柜或者是中心挂号，来往病院2到3摆，等的时间差不多5到7天。不过即马用线顶申办，免出门，免排队。病院就会将门诊病历、出院的病历、手术记录等全部寄到民众电子信箱。卫福部阁进一步透露，未来这套病历申请依法作业系统，已将推广到全国各病院。我们第2步想要做更大的计划，就是说要类似像书同文、车同轨一样，就各家医院呢透过一个资料中台来做转换。阿东病院指出，自从平台上线了后，到8月19为止，已经超过50位民众成功申请病历，总共申请116份电子病历。满意度超过90%，卫福部强调，按算2-3年内，将各病院作业系统结合，和各病院病历用互通运用，若全面提悬医疗服务，方便民众转院，也兼顾环保的理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